啥？什么意思啦？即摆是干那我唔知你啦。哎，送啊！对，送啊！哎，林宏伊是一个正实在的人，伊想要表达一寡想法的时阵，伊嘛是真敢讲。只是伊的打动啊，伊袂参像文钦安尼一直咧冲，真正要摆一个顺序的话，应该是家庭第一，其他的拢是后尾。有一场戏是阮驶到迄只足细只迄落发财车，我甲文钦坐头前，阿德伫咧后壁，忽然间叫警察抓来，要甲阮掠，要甲阮拍。迄场戏伫咧足暗的时阵拍的，佫有真侪动作戏，就是我感觉迄规场拍落来，迄个真实感真好，迄种一气呵成的感觉，迄个气氛有真紧张，嘛是真真的迄种画面出来。哎，无你嘛换只姿势，紧嘞啦！手牵起来了。手牵起来，哦，手已经牵起来。林宏有魅力的所在，就是有法度兼顾兄弟家庭，拢有法度，互伊安尼遮尔顺利的生存落活落去，这嘛是林宏厉害的所在。你跟我改，脚要跟起来。跟起来行，但是他去穿裙子，女生。